3,500，最多嘅時候上個禮拜咧喺唔係上個禮拜添，係今個禮拜最高係升到係3744紐約期金啊，係啦，咁已經係突破咗啫，因為今個禮拜係吹呢個聯儲局減息，咁所以咧就咁樣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黃金嗰個升勢咧係好誇張嘅，係啦。咁但係咧，嗱，好多人咧去講黃金嘅時候咧，就好中意當你哋去睇好多市面上嘅分析或者坊間嘅好多分析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會係用單一個原因去講嘅。你話加息、減息啊，加息咧就係不利黃金啦，減息咧就有利黃金啦。咁有啲人咧就會講打仗。打仗就梗係有利黃金，唔打仗世界和平就不利黃金啦。好多嘅分析都將呢一樣嘢係睇成一啲好簡單嘅邏輯啦。但係實際上咧，如果你係用呢啲咁嘅邏輯去投資黃金，特別係一啲可能短線嘅操作嘅時候咧，其實咧係非常之危險嘅，因為影響黃金嘅嗰個升跌咧，其實係非常之複雜嘅。簡單嚟講，我先賣下關子，就係話我建議係長期去用實金嘅形式。如果一般嘅投資者你唔係做短炒嘅，呢個係最好嘅方法咯。我咁多年嘅經驗就係咁樣咯。當然，如果你係好中意研究黃金，好中意覺得短炒刺激喎咁樣，咁你先至再去深入去研究咯。但係個 base 咧一定係一個長期嘅持有咯。咁我哋可以睇一睇點解我話佢嗰個嗰個嗰個原因係好複雜咧，咁樣我哋可以睇下呢一幅圖，大家睇唔睇到？睇唔睇到 Samson？見到喂喂喂，好清楚。見到係非常之清楚，係咪啊？咁我哋可以見到啦。嗱，例如啊，有啲人會講加息咧就不利黃金，係啊。嗱，大家睇到我 show 出嚟，2022年3月係美國聯儲局開始展開加息週期，咁的而且確佢黃金喺之後係咁跌喎，連跌咗幾多個月啊？1、2、3、4、5、6、7，差唔多6至7個月係勁跌嘅。咁但係突然之間咧，喺一個位咧，有一支咧，突然間飆咗上嚟喎，反轉咗。但係呢個時候其實聯儲局係未加完息嘅，聯儲局正式結束加息係去到2023年嘅7月啊，佢先結束加息週期。咁如果你係一早係覺得，咦，加息就係不利黃金，減息先有利黃金，你一路買跌嘅話，因為有啲期金嘅操作係可以買黃金跌嘅。咁你咪錯，你就大鑊咯。即係如果你係沽空佢嘅話，隨時係賠葬，係因為嗰個槓桿可以好大嘅。又或者你覺得咦，黃金一路咁樣加息，美國一路咁加息，黃金實冇運行啦。咦，結果唔係喎，佢就喺中途加息加到一半嘅時候，成個黃金反轉咗。咁呢一支究竟發生咩事咧？我收翻張圖先啊。我哋可以睇到咧，喺9月嘅時候發生咩事咧？9月嘅時候發生咗英國嘅債務危機啊！我哋可以見到就係英國10年期嘅國債收益率，收益率即係話簡單嚟講，我哋用一個邏輯去理解，就收益率越高，代表個國債嘅價格係越低。咁就喺呢個時候咧，其實就係突然間爆出咗一單咁嘅嘢，而將嗰個黃金成個走勢係反轉嘅。咁所以其實佢同加唔加息嘅關係，突然之間可以係斷裂咗嘅。咁所以我哋要非常之小心呢一樣嘢咯。咁另外我哋可以再睇翻頭先嗰一幅圖啊。嗱，疫情突然之間，我哋見到喺2020年疫情嘅時候，黃金都有一輪咧係向上嘅上升，係非常之凌厲嘅嚇，由1600蚊度咧係升上去突破埋歷史高位，去到最高係2089蚊嘅。咁疫情有咩影響咧？其實疫情期間咧係突然間令到嗰個好多全球好多大嘅金礦係停產啊。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大家嗰個危機意識強咗咧，咁就覺得我好多金融機構佢哋唔肯將黃金係借出去啊，就係想 keep 住啲黃金，而將嗰個金價係推高咗上去嘅。咁變咗咧，呢啲因素其實同息口又未必有好大嘅關係，但係突然間佢都會咁爆上去嘅喎。咁有啲人話打仗嗱，你見到俄烏戰爭係2022年嘅2月係爆發上去啦，爆發咗啦。2月
到係即係爆發嗰場戰爭嘅。咁黃金的而且確係個升浪嘅，但係俄烏戰爭繼續打，佢有冇繼續升咧？其實冇嘅喎，又係咪？咁變咗我哋又唔可以好簡單咁用一個理解就係打仗黃金就升，唔打仗黃金就唔升啊。咁跟住我哋再睇嚟話，去到加沙人質危機又成為一個黃金嘅轉捩點啊！突然之間出現咗一個加沙危機，好似同所有一個息口又好似冇乜關係，又上咗去啦咁樣樣。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嗰個黃金嘅喺過去呢5年啊，特別係由2020年開始一路數落嚟咧，其實嗰個升跌咧，我哋係好難用一種固定嘅邏輯咧去講話佢咁就會代表咁啦，咁黃金就會升啦，咁黃金就會跌啦。甚至有啲人成日都會喺你哋好多時都會睇到分析，好多財經嘅分析就係講美元同黃金係相反嘅。其實喺過去呢半年至到1年嘅時間，好多時候如果你有留意嘅話，美元升，黃金又升；美元跌，黃金又跌。佢哋係可以係同一時間。咁當然呢個有其他嘅原因，遲啲有機會再慢慢講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係黃金嗰個複雜性係非常之複雜嘅。咁有啲咩原因？你哋喺坊間睇到嘅分析，大致上黃金嘅升跌有啲咩咧？我歸納出嚟咧，大約有7樣嘢嘅嚇。咁第一咧就係由減息去推動呢個金價上升啦。呢一樣嘢有時係成立嘅嚇，但係唔係永遠都係嘅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通脹升溫嚇，即係啲嘢貴咗，咁啲人咧就會覺得去買黃金保值啦。呢個都係一個原因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戰爭嘅推動啦。咁呢樣嘢大家都好識得理解啦。點解戰爭嘅時候咧即係會推動到個金價咧？就係因為好多時戰爭爆發嘅時候咧，係對嗰個其實同通脹都有啲關係嘅。戰爭好多時係會消耗好多個物資啊。咁當你通脹一升嘅時候咧，其實係代表咗呢個法幣，即係我哋嘅貨幣咧嘅購買力係跌嘅。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咧就係啲人對貨幣嘅信心失去咗嘅時候咧，佢哋就會買黃金去保值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好重要嘅咧就係每係發生戰爭嘅時候咧，世界各地嘅政府咧都係會印錢去應付呢一樣嘢嘅。咁啊睇翻過去一段好長時間嘅歷史，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嘅時候，甚至係韓戰啊、越戰啊，佢哋都係政府都係喺嗰啲戰爭嘅時候咧，就加大力度去印鈔嘅，咁而引致咧一個好大嘅通脹，咁所以咧就令到黃金嗰個升幅咧係非常凌厲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近年成日聽到就係央行買金啊，成日我諗大部分人都有睇新聞嘅時候，都會一聽到講金價嘅時候都話啊，中國政府幾時買咗金啊？邊個政府又幾時買咗金啊？但係我想講一樣嘢補充下嘅咧，就係點解央行突然間會喺近呢10年或者10幾年嘅時間係咁買金咧？其實啊，呢一樣嘢其實都同嗰個佢哋自己嘅政府其實佢哋非常之清楚乜嘢先係真正嘅財富咯。啊，因為呢個世界上其實除咗政府之外，係冇人有印鈔嘅能力㗎。包括李嘉誠，佢幾有錢都好，其實佢有冇辦法係印錢咧？其實冇嘅，只有政府係有呢個權力去印錢啊嘛。所以政府自己嘅心裏面係非常之清楚，我係有咁嘅能力，佢就知道錢其實唔係咁值錢咯，係因為佢係可以隨時創造啊嘛。所以喺央行嘅角度嚟講，佢會知道黃金嘅價值喺邊度咯。咁當呢啲各國嘅政府佢預期錢將會唔值錢嘅時候咧，佢哋梗係去買金去保住自己嘅嗰個政府嘅財力啦。咁所以亦都係有咁現象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講嘅咧就係逼空啊！好多時如果你有睇嘅話咧，其實你會發現咧，其實喺黃金市場上面咧，買賣黃金咧，其實好多人都係買緊紙嘅資產嘅，例如話期金。期金其實係乜嘢咧？就係將地下未挖出嚟嘅黃金，讓將佢用合約嘅形式賣咗出去先。例如當我係有當我 Samson 有個金礦叫 Samson 金礦咁樣，咁 Samson 佢
啲金有啲未挖出嚟噶嘛，佢可以先整一個 Samsung 黃金嘅合約賣出去先。我預期我幾時會挖到啲黃金出嚟，咁我咪賣咗出去先咯。嗱，其實呢一樣嘢咧都係有貓膩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黃金未挖出嚟，算唔算係黃金咧？其實黃金最大嘅成本咧，就係佢嘅挖掘成本啊。根據世界黃金協會啦，其實佢哋嘅即係而家嘅統計啦，我哋要生產1安士嘅黃金，大約係需要5噸嘅金礦石，而嗰個金礦石嘅含量咧係有一定嘅要求嘅。好多時咧，我哋會睇新聞啊，邊度發現咗個金礦喎？呢啲其實對黃金嘅金價影響係不大嘅，因為一個金礦能唔能夠挖出黃金，係好多因素去睇嘅嚇。黃金係大自然生成啊嘛，我哋發現咗個金礦，我點知挖到幾多公里啲金嘅含量會少咗咧？所以呢個只係一個初步估計嚟嘅啫。到真係挖落去嘅時候，好多個金有好多個金礦其實挖到一半，甚至挖咗1/3，已經挖唔到啦，因為佢哋發現啊，即係嗰個含金岩石含金量嘅即係嗰個幅度係唔高，咁變咗如果咁樣嘅話咧，佢攞出嚟提煉可能唔止5噸嘅，可能要10噸、20噸，佢先至可以提煉到1安士嘅黃金。咁對佢嚟講，佢要破產嘅，因為人哋其他嘅礦開挖緊係5噸黃金可以生產到1安士嘅黃金，你要挖20噸嘅，咁你點可能用嗰個價錢賣翻出去咧？所以金礦唔係代表有金礦就會發達，金礦都好多條件係要睇下個金礦嘅含金量同埋個開挖嘅成本，同埋特別咧係黃金開挖嘅時候會產生好多嘅污染嘅，因為黃金係需要用生埃去提煉嘅，去加速嗰個提煉。咁呢樣嘢其實好多政府嘅環保條例啊，整整可能有個政府佢想啲官員想要多啲錢嘅，佢可能停咗呢個金礦嘅。所以挖黃金咧，其實係一個好高風險嘅行業嚟嘅。咁變咗咧喺市面上，我哋平日買到嘅期金咧，其實好多係一張合約，大家係買賣合約嘅啫。其實唔係真係買緊嗰個真係嗰個黃金咯。咁變咗而家嘅金價咧，其實我哋又參考翻呢啲合約嘅金價。咁變咗咧，而家嘅比例大約去到幾高咧？實際上，成個世界環球嘅金市真係買賣緊實物嘅黃金嘅比率咧，只係130%，即係每買1安士嘅黃金，其實有其實係有130倍嘅嗰啲合約喺市場上流通緊嘅。咁變咗咧，嗱，如果呢個世界大家突然之間覺得好唔安全，或者大家係覺得好似有個金喺身邊好啲喎，即係我唔信嗰個合約，我走去買個實金。當好多人都係咁樣做嘅時候，嗰啲嘅合約佢嘅公信力就會下跌啦。咁嗰啲合約嘅發行商，佢咪多咗有啲金商會向佢攞住份合約。我而家真係要金喎，因為合約咧，佢哋好多時就話到期之後咧，如果喺金市上面佢哋會續期嘅。再俾一份新嘅合約，佢一路 hold 住嗰份合約，當係有個金嘅。咁但係有時如果去到一啲位多咗，全球每一個角落，大家個信心都崩潰，或者個信心都對各方面對世界啊亂局嘅信心都係喪失咗嘅。佢需要真係有個實金喺度嘅，咁就會驅使嗰啲金商去向嗰啲大嘅交易市場就要求提取實物黃金。咁呢個就會形成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叫逼空啊！逼空就係話，喂，我攞住合約，你要有金俾我先得㗎喎。如果你冇金俾我嘅話，你嗰啲合約咪全部冇晒，即係只係等同一張紙。咁喺呢個時候咧，嗰啲交易所其實佢哋本身交易所就係交易所啊嘛。股票交易所可能佢有無限量，因為股票係指印出嚟㗎嘛。但係黃金嘅交易所，佢背後唔係有一個無限供應黃金俾佢啊嘛。咁變咗交易所其實黃金都係有限嘅，其實係。佢哋唔係無限噶嘛。如果當嗰啲合約係高出130倍，要求去提取實物黃金嘅時候，嗰啲交易所都好弊交火嘅。可能佢就要用更高嘅價錢喺市場上買翻啲黃金去應付嗰啲擠提啊。咁變咗咧，呢幾年咧相繼都發生咗呢一樣嘢，咁就令到幫手係推高嗰個金價。咁呢個都係一個原因嚟嘅嚇。咁仲有一個原因咧，就係嗱頭先逼空嗰樣嘢咧，就係我哋
簡單講咧，就係可以理解成為佢就係金市上面嘅去槓桿。即係有啲人可能佢原先係攞住好多合約，但係而家佢唔可以咁樣樣啦。即係因為多咗人去提實物啊，咁變咗佢就降低佢嘅槓桿。咁呢個都係推升金價上升一個原因嘅。咁最後一個原因咧，我想講嘅咧就係債務危機啊！債務危機咧，其實係今日我想講嘅最大嘅重點，就係債務危機咧。好多時我哋一般人其實唔係太理解，因為一般人好少人係中意投資債券，比較少嘅。雖然最近香港政府發行好多債券啊，咩銀色債券啊，乜嘢基建債啊，好多五花八門嘅，其實統稱嘅都係政府債券，係啦。咁我想講嘅呢個債務危機咧，就係指呢一樣嘢，就係政府嘅債務危機，唔係指私人公司啊，係政府嘅債務危機。咁政府嘅債務危機喺過去嗰20年咧，其實係對嗰個金價嘅影響係非常之顯著嘅。嗱，包括喺2010年嘅時候，2010年到2011年，甚至去到2012年呢兩三年嘅時間，黃金嘅升幅係好犀利嘅。佢由差唔多係大概接近900幾蚊，900幾蚊到，係喺兩三年之內係一個 double 咁樣上咗去1920蚊呢一個位嘅。咁如果你計埋由金融海嘯，即係大約2008年嗰個位上去，即係大約4年裏面咧，金融海嘯咧個金價跌到最低嘅時候咧，大約係700蚊嘅。咁啊由700蚊升上去1920蚊。當時其實咧好多人嘅心情同早前咧都係一樣嘅，因為黃金喺再對上一個歷史高位就係1980年。咁我呢度可能大家好多人仲係好小，仲係好細個，我都係小朋友啊，可能好多人仲未出世啊。其實1980年嘅時候咧，黃金最高係850蚊嘅。咁但係跟住黃金跌咗19年，跌咗足足19年，由1980年係跌到1999年，至到2000年嘅。咁所以當時香港投資界有一個名言咧，有人講咧就係10年黃金變爛銅，係啊咁樣樣嘅。咁所以當你諗下2008年，當個金價升到接近對上一個19年前嘅歷史高位850蚊嘅時候，其實大部分人都覺得好匪夷所思，即係覺得哇到頂啦，到頂啦，即係900蚊盡晒啦，1000蚊都係盡晒啦。結果佢就係由嗰個位就飆到1倍上去咯。所以咁嗰陣時發生咩事啊？就係希臘債務危機。希臘債務危機因為佢財政有問題啦，咁啊違反咗歐盟對歐盟國家裡面嘅嗰個財政國家財政嘅要求，咁所以咧就希臘嘅國債咧就突然間係崩塌啊！即係個個人都係咁拋售，咁由呢樣嘢就傳染咗去其他國家啦，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愛爾蘭，包括塞浦路斯，全部咧都係俾呢個債務危機影響。咁債務危機就係話驚政府還唔起債，或者政府唔還債，甚至唔還利息。咁你諗下呢樣嘢其實都幾可怕。你諗下，你借錢出去俾政府，政府已經係呢個世界最大財主啦。就算香港，無論李嘉誠、邊個乜嘢首富劉鑾雄咁樣，其實佢哋點會有錢得過政府嘅？係咪？佢有幾百億身家又好，過千億嘅身家又好，其實最有錢係政府。但係你諗下，如果政府嘅債務危機爆發嘅時候，係政府可能還唔起錢咯。咁呢樣你諗係即係幾恐怖。咁所以咧就係黃金就喺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嘅時候咧，黃金就出現一個大升，係啦。咁我哋咧嗱，頭先我哋有 show 過一幅圖嘅，咁咧就係咧。英國嘅債務危機就係黃金再喺黃金嗱，我驚大家唔記得咗，我俾多一幅圖，俾多一個大家睇嘅。頭先可能大家唔見咗嗱，大家睇到我 mouse 喺度喐係咪啊？咁咧就喺呢一支即係突然間連跌咗好，因為聯儲局加息連跌咗好多個月之後，黃金突然之間一嘢爆升，喺呢個位反轉。呢個位頭先我有講嘅就係英國嗰個女首相咧，突然間咧。喺呢個位度上任，佢就喺9月上任。咁九月上任嘅時候咧，佢一上任冇幾耐，佢英國嘅國債咧就崩潰咗啦。你諗下呢一支係
個孳息即係個收益率係由唔夠3厘升到上去差唔多接近4.8厘。咁呢個女首相後尾都做唔住啦。發生咩事啊？呢個女首相點解會喺佢上場之後，英國嘅國債突然之間係俾人拋售，冇人買佢啊？個原因就係因為女首相佢突然之間就話咧，我哋想減稅。嗱，佢咧其實係用咗以前列根時代同埋戴卓爾夫人嗰個時代自由經濟嘅諗法，就覺得啊，我哋減稅就可以刺激到嗰啲企業咧去投資啊。咁但係佢冇考慮到一個問題，就係英國喺呢個時候佢嘅財政已經係入不敷支啦。佢有好龐大嘅退休金要應付，佢國家嘅收入唔夠，脫咗歐之後佢嘅經濟好差，咁市場就好驚啦。突然間你話減稅喎，少咗政府少咗收入喎，咁啲人就會驚佢還唔起嗰個債，於是突然間就好多人去拋售嗰個英國嘅國債。咁呢一個位咧，就係令到金價喺2022年9月突然間反轉嘅一個原因，就係咁樣樣。咁另外一個最近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另一個例子啊。咁咧就係咧，嗰個法國，我哋可以睇下呢個就黃金最近咧嘅走勢，大家睇到係咪？咁我頭先都講到啦，啱啱喺9月8號對，即係呢個月第一個禮拜，突然間黃金突破咗3509蚊呢個歷史高位，向上一路飆上去。其實之前佢橫行咗係4個幾月嘅，一路冇飆過嘅。呢個時候發生咩事啊？法國議會投票信任投票係 fail 咗。咁發生咩事咧？就係咁法國咧，佢就管治國家咧，其實佢有2個人嘅，除咗馬克龍做總統之外，主要係負責外交之外咧，其實內政嗰啲減唔減稅公務員加唔加人工啊，其實咧佢哋就由總理去投票嘅。咁呢個總理咧就叫貝魯。咁貝魯咧佢就係其實係真係管理呢個國家嘅內政嘅好多嘢嘅。咁但係咧佢咧就想佢嘅情況同英國一樣，佢就係入不敷支，個社會嘅福利開支好大，但係政府嘅收入好唔夠，咁變咗咧佢就冇辦法應付咧，佢就想推出一個減債嘅措施，就我想減債，咁起碼減咗之後，可以 cut， 亦都減埋一部分嘅社會福利開支。咁你知呢個西方佢哋嘅呢啲國家，其實佢哋社會福利已經係好多年啦，好習慣嘅。咁其他嘅政黨其實因為其他嘅政黨在野黨全部都反對嘅，咁所以最後佢就想推出一個信任投票。咁結果呢個信任投票就衰咗，冇人信佢。咁即係法國佢一落咗台之後，其實即係代表法國冇辦法做到呢個減少財赤嘅行動啊。咁債台高築，法國同英國一樣，佢嘅政府嘅債務咧，其實比英國仲更加犀利嘅，佔佢嘅 GDP 應該我冇記錯咧，去到130幾嘅，英國只係100.3啫。即係話咧，其實佢哋政府全年嘅收入，即係話所有法國人6000幾萬嘅法國人，定係8000幾萬啲法國人口，全部人唔食唔住，將所有人嘅收入俾晒政府一年啊，俾晒政府。政府先就可以清晒啲債務啦，但係呢嘢冇可能噶嘛，因為我哋冇可能一年唔食飯，一年唔住，一年唔消費，一年即係已經死咗啦，係咪？咁所以咧，呢一個你都可以諗下個債務係幾咁嚴重。咁就喺呢個位，個市場其實已經係擔心緊咧，其實嗰個法國嘅債務問題。咁所以就喺呢個位咧，一嘢咧，呢個位咧，9月8號呢一個位咧，黃金一嘢就飆咗上去。突破咗，就嚟到呢個位嚇。咁變咗咧，其實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嗰個債務危機其實對金價喺過去嗰20年咧個影響係非常之大嘅。當然你話戰爭啊，其他嘢都有時會有推動嘅作用嘅。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其實呢一個債務危機係一個主軸咯，其實係推動金價上升嘅主軸咯。咁債務危機其實我哋要理解咧，其實係真係一啲都唔容易理解嘅嚇，因為政府嘅債務咧，其實咧點樣講咧，就係一個政府佢可以借錢，但係佢有時候還唔到錢，其實牽涉好多好多個層面啊。例如話呢個政府佢嘅內政、佢嘅開支
佢管理成點樣樣咧？嗱，借錢唔係唔好啊，政府借錢有時係可以刺激到經濟嘅，即係例如話，最緊要就係嗰個錢借咗翻嚟，你係咪用得其所？可唔可以產生更大嘅經濟效益？呢個先重要啊嘛！即係正如其實好易理解嘅咋，正如 Samson 去借錢，Rachel 去借錢，我去借錢，我哋借咗嗰個錢係借嚟使，我哋做大花筒，買個咩袋去次旅行啦，定係我借咗嗰個錢係嚟開一間鋪頭去盈利啊？定係做一盤生意咧？嗱，兩樣好大分別噶嘛。如果我借錢，我係愛嚟重新再投資去做一啲嘢，用得其所嘅，其實係會有產生盈利再翻嚟噶嘛。所以借錢呢個行為咧，其實係冇問題嘅。古今中外幾千年嚟，人類都係會借錢嘅嚇，甚至係喺古代咁都係會借錢嘅嚇。最緊要就係話你借咗錢之後，你嗰個錢係咪用得其所啊？咁變咗呢啲咁嘅債務危機牽涉嘅範疇其實好大嘅，牽涉乜嘢啊？牽涉晒成個政府嘅管治啊，公務員人工會太高啊，社會福利係咪會太多啊？政府有冇用啲錢去打仗啊？即係例如英國政府，佢可能佢發債，發完債，原來佢打交，即係去拯救嗰啲坐船過去嘅難民。咁呢個有冇經濟效益咧？好簡單，大家都諗到，其實係冇咩經濟效益㗎嚇。咁例如話英國政府，你走去攞到錢，佢亦仲有資助烏克蘭嘅，支持烏克蘭打仗嘅，呢個可唔可以產生經濟效益咧？嗱，所以一個政府嘅財政令到佢哋財政穩唔穩健，財政健唔健康，呢個政府識唔識得理財，佢哋係構成一個債務危機嘅一個源頭。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咁樣講嘅話咧，其實黃金對沖緊嘅就係政府嘅管治咯。咁其實係非常之複雜嘅，甚至有一樣嘢嚟話特朗普，我哋可以再睇睇，我哋可以再睇睇金價嗰個月度走勢。頭先嗰張圖，我哋可以睇到咧，喺呢個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大概喺2025年嘅1月份，聯儲局已經暫停咗減息，再加特朗普上任，個金價又一嘢飆咗上去。然後跟住喺特朗普4月，即係啱啱對上4月嘅時候，嗰個關稅又一嘢飆咗上去喎。其實係反映嘅咩問題啊？好多人都睇唔到呢一樣嘢啊。其實係反映緊美國嘅內鬥好嚴重。特朗普要做好多嘢，其實係會好多絆腳石啊。因為美國咧係而家個社會係嚴重分化。咁大家有睇新聞啦，知道最近個柯克啦、極右啦，俾人一嘢打死咗啦。特朗普上台都係有食過一槍啦，不過死唔去，但係太好運氣啦。你可以見到係美國嘅內政好多問題啊。佢成立咗嗰個馬斯克去整頓嗰個政府嘅效率，發現咗好多好多嘅問題。有啲人係200幾歲就攞緊呢個社會福利，即係點解個政府嘅管治會係咁樣樣咧？咁然後跟住咧，其實特朗普同佢嘅政敵咧，亦都係去到一個勢不兩立嘅位啊。基本上就你見到所有嘅左媒所有個媒體大部係咁鬧佢嘅，日日鬧佢嘅所有嘅問題咧都係指向佢嘅。佢所有嘅施政喺過去呢半年啊，佢做咗大約唔止半年啊，9個月啊，佢所有嘢都係好多嘅阻礙嘅。佢要遣返難民唔得喎，犯法喎，呢個不合法喎，違憲喎。佢要加關稅，而家打緊官司未完嘅，違憲喎。佢諗住想解僱聯儲局其中一個理事，唔得喎，違憲喎。即係你可以見到其實佢哋美國內部有幾大問題，甚至佢想減息，其實因為美國政府欠落嘅總債務係37萬億啊，我諗唔止啦，而家有啲人講係即將係突破40萬億。咁呢個咁多年嚟積落嚟嘅債嚟嘅，咁變咗如果你咁高息嘅話，其實美國政府要還嘅利息咧，好得人驚嘅。佢一年要還估計今年係要還12000幾億嘅利息啊！佢淨係俾我哋中國政府
嘅利息每日咧就已經係7億8億嘅美金啦，因為我哋買咗好多嘅國債嚇，咁變咗咧，你可以睇到其實佢嗰個政府嘅財政都好有問題。咁呢一樣嘢咧，呢一樣嘢嘅財政呢個問題，你可以睇到其實係即係政府嘅嗰個債務危機所牽涉嘅嗰個範圍咧係非常之廣泛嘅，由內政、外交到政府嘅福利政策等等，都係會都係同呢個所謂嘅債務危機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咁所以咧，我就即係重點去，即係我就覺得呢一個就係未來推動我哋成個黃金上升嘅一個底層邏輯嗱。因為我哋其實你可以睇到其實嗰個歐美嘅社會嘅變化，你見到其實特朗普呢個債務嘅問題，美國嘅債務問題係冇得解嘅。佢而家只係不斷係以債冚債，即係到債務到咗，我咪再發新嘅債去冚咗啲舊嘅債。每一個國家嘅政府，包括英國、法國、日本政府，全部係債台高築，係嗰個債務佔 GDP 嘅比例咧超過100嘅咧，係比比皆是嘅。咁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好深層嘅蒂固嘅一個時代背景啊！因為西方佢哋奉行咗社會福利主義係好多年啦，咁佢哋即係嗰個人民亦都係接受呢個福利係習慣晒嘅啦。你突然間要 cut，會對國內嗰個嘅即係反對係非常之犀利嘅啊！咁最近我哋成日聽到啦，要反移民，英國上個禮拜爆發咗15萬人嘅反移民。其實呢啲嘢都同債務危機有關嘅。點解啊？因為政府 cut 咗好多福利啊，英國嘅福利好多都 cut 咗嘅。咁因為佢哋政府冇錢啦，冇錢我又要去應付嗰啲新嘅移民，應付嗰啲難民。咁啲人梗係不滿啦。如果以前70年代、80年代政府有錢嘅債，即係冇呢啲債務問題嘅，冇所謂嘅資源夠分咪得咯。但係而家唔係啊。咁呢一樣嘢咧，其實又會導致惡化咗嗰個債務問題嘅，因為嗰啲人會支持咗極右，所以大家會覺得呢個世界好奇怪，即明明好好地，大家仲喺度覺得啊馬丁路德金好㗎。啊！即係我哋要1964年推動嘅民權法案好好㗎，俾大家多啲自由啊！反種族歧視，反乜啊！即係我哋要接納 LGBTQ 咁樣，我哋要性別多元。點解突然間會反咗去極右咧？即係點解會出現個柯克佢其中一樣佢嘅言論啊？佢係講係1964年美國通過民權法案係歷史嘅重大錯誤啊！即係佢係咁樣去講嘅，但係咁多人支持佢喎。即係點解突然間個西方社會會係咁樣？其實同嗰個債務危機都有關係，就係佢哋福利係咁 cut，佢哋覺得外來嘅移民影響咗我本土嘅利益，就因為政府唔夠錢，咁所以咧佢哋變咗佢哋又會去支持極右喎，然後極右可能又喺議會度或者個政府度又佔咗更多嘅席位，甚至可以推動一個好似類似特朗普咁嘅右派人物上台啊！咁佢上到嚟咧。佢可能就會喺財政上面咧，其實咧係又會同左派咧又形成一個好大嘅對抗嘅。咁變咗呢啲咁嘅紛紛亂亂嘅嘢咧，其實都係會加深咗咧其實成個嗰個西方社會咧，即係嗰個債務危機嘅嚇。咁嗱，跟住落嚟，我會想講嘅，即係大家都會諗一個好重大嘅問題係我呢個演講，即係我呢個 meeting，點解黃金可以係對沖到嗰個債務咧？嗱，呢個問題咧，其實係大家要諗，點解唔係股票？點解唔係層樓咧？點解係黃金咁重要呢一樣嘢係會特別係因為債務危機而受惠咧？嗱，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要留意啊，黃金咧係有一個抵押功能。咩叫抵押功能啊？我哋想借錢咁啊，財務公司就如果你假設我去財務公司借錢，佢一定你冇嘢抵押啊。你層樓咧有冇樓啊？攞樓嚟抵押啊，好唔好啊？咁再你如果乜嘢都冇嘅，你嘅利息一定高嘅，甚至可能佢唔借俾你嘅。但係如果你唔係喎，我有一層貝沙灣，我有一層赤柱豪宅，咁你要借錢梗係容易啲，因為借錢一定要有抵押品。黃金本身就係一種非常非常之好嘅抵押品。嗱，如果你唔信嘅話咧，你試下攞個黃金去當鋪啊，其實係咁多樣嘅嘢，好過你攞隻勞力士。好過你攞個鑽石戒指，
我最記得咧，我屋企人咧近呢幾年佢哋非常之後悔啊，成日同我講有冇後悔藥啊。我好多年前喺大約金價幾千蚊嘅時候，我爸爸咧就去買啊，叫佢想戴翻隻鑽石戒指喎。男人都中意戴鑽石戒指啊！嗰陣時用幾萬蚊買，嗰陣時金價可以買到幾萬蚊可以買到咧10-200兩嘅黃金。而家嗰個鑽石戒指攞翻去嗰個珠寶公司6000，即係只係肯按6000俾佢。但係攞黃金你去當鋪，佢可以按最少應該都起碼都有7-8成俾翻你咯。點解黃金係一個咁好嘅抵押品啊？因為黃金唔會變質啊嘛。你層樓可能會石屎剝落，你擠10年啦，擠20年啦，可能要維修好多嘢㗎，可能要買火險，可能保險，可能會火燭，可能會水險。但黃金係極穩定，佢天性就係一種極穩定嘅嘢嚟㗎嘛。佢物理定律已經決定咗佢係咁樣樣啊嘛，而且體積好細嚇，佢體積係非常之細嘅。而家如果你買一條金條咧，大約好似一條朱古力咁大嘅黃金咧，講緊咧係已經要16萬。咁其實你有100萬咧，一個月餅盒你都裝得晒嗰啲咁嘅黃金㗎啦。其實已經係咁，所以黃金係本身就係一個好好嘅抵押品嚟㗎。咁我哋一般人咧，其實喺我哋嘅生活層面度咧，我哋好少會攞黃金去抵押嘅，好少人會咁樣樣。但係其實喺高階嘅金融領域啦，特別係嗰啲好巨頭嘅金融機構，可能瑞信啊，可能摩根大通啊，佢哋彼此之間其實係會用黃金嚟做抵押，互相係做一啲融資嘅。我唔信你啲抵押品，你俾黃金我啦，好多時都會咁樣嘅。咁所以咧，黃金呢一種嘅功能咧，其實係咁永遠存在，因為黃金係唔會變質啊嘛。咁所以點解國債出問題會黃金受惠啊？因為喺個金融市場入面咧，國債本身就係一種好多人都夢寐，即係應該好多人都追捧嘅抵押品，借俾政府喎，借俾美國政府喎，點會驚美國政府唔還啊？或者借俾香港政府買香港政府嘅債券喎？政府應該會還噶嘛？你話借俾香港政府穩陣啲，定借俾李嘉誠穩陣啲？其實可能即係理論上，其實借俾香港政府係最穩陣。咁所以其實個借貸成本，李嘉誠係高過香港政府嘅。咁所以咧喺金融領域咧，國債特別係美國嘅10年期國債咧，係作為等同錢係冇分別嘅。我可以攞住呢一張10年期嘅美國國債去金融機構度俾佢嗱，我俾你啊，你借錢俾我啊，可以做到呢個功能嘅。但係當你諗下，如果國債危機爆發嘅時候，嗰張咁嘅嘢係咪好大鑊啊？你去攞去，你如果手頭上假設我係攞住借咗好多錢俾人，我係人哋抵押咗好多嘅國債俾我，然後突然間傳出嚟話，美國政府突然間話冇錢喎，唔還債住喎。其實有試過㗎，我唔係指美國政府啊，係過去呢2-3年係有試過。邊個國家？烏克蘭。烏克蘭喺2024年8月13號嗰個禮拜，嗱，我記性好好嘅，我對數字好敏感嘅。烏克蘭政府係宣布係停止償還國債同埋利息。點解？打仗。咁佢唔還，你咬佢食咩？政府如果我借錢俾阿 Samson 唔還我梗係話我揾財仔追你啦。但係如果點啊？我派對坦克追債啊？冇㗎，硬食啊！所有債主都要硬食。所以名義上買咗烏克蘭債券嘅所有嘅債券持有人咧，已經係違約。佢哋唔知幾時攞得翻，佢哋要睇下一場俄烏戰爭打幾耐。如果打20年嘅20年，你先可能有機會攞翻。你打10年就10年啦。咁所以其實國債，我哋一般人聽落去好似覺得好安全，係政府發行嘅，向借錢俾政府。但係實際上佢用危險起上嚟係可以好危險啊！所以點解國債危機一爆嘅時候咧，嗰個金融市場會咁敏感啊？就係因為真係追無可追啊！你政府唔追，我可以唔肯還債，唔肯還利息，我可以點嘅？其實香港政府一樣，佢哋都有條條例㗎。即係佢哋大家可能好多人都冇為意啊，我就有為意啊。
香港政府發行嘅所有基建債啊，裡面都有係依據香港一條叫借款條例。借款條例入面有寫到明咧，其實政府如果萬一有一日佢哋係償還唔到債務或者債務嘅利息，佢哋係可以同你傾，我遲啲還嘅。佢有呢個權利。當然借俾佢嗰個人都有個權利，就係話我唔同意你呢個日期，可以係咁樣嘅。但係政府係有咁嘅權利嘅。咁所以國債危機一爆發出嚟嘅時候咧，佢嗰個國債嘅抵押能力受到懷疑嘅時候咧，點解會推升金價？就係呢個原因咯。所以喺高階嘅金融市場入面咧，其實有黃金嘅借貸利率嘅，就係你借啲金俾我，我俾翻幾多錢你啊？呢個金係有利率。當然一般民間我哋係冇啊。你去銀行問你唔話啊，我我存嚿金入銀行，銀行會用利息俾翻我嗱。古代係有㗎嚇，但係我哋現代係冇呢樣嘢。但係喺一啲高階嘅金融市場入面咧，其實係有嘅。咁變咗咧，其實我哋一般人其實我覺得有時我自己覺得好無奈，就係因為我哋唔係一般人，唔係咁熟悉嗰個高階嘅金融市場。我自己識得有人係做呢啲私人銀行投資啊咁樣，佢哋會比較了解其實嗰黃金嘅功能，因為佢哋有接觸呢樣嘢啊嘛。但係一般人咧，我哋咧就唔知。咁所以當一啲國債危機一爆發出嚟嘅時候，突然間金價飆上去咧，大家冇人明點解。其實係嗰啲金融機構可能好多喺度賣嚇。如果你有機會，你上翻去網度睇翻美國紐約 Commerce 嘅期金裡面嘅提貨人啊，全部啲大銀行嚟㗎。有啲可能你未聽過咩富國銀行啊咩花旗啊，呢啲匯豐都有份㗎嚇，即係我哋香港都有份啊嚇。佢哋嗰啲人，佢哋就好清楚個金融市場發生咩事。當佢哋一聞到燶味，知道個國債有問題嘅時候咧，佢嗱能拿實啲金㗎啦。所以我哋唔明點解一般人我哋因為我哋唔係參與呢啲金融遊戲嘅人，所以我哋唔理解嗰個金價升上去個邏輯喺邊度啊？其實就係呢一樣嘢咯。始終佢哋係 big money 啊嘛，佢哋擁有最多嘅資本喺手上。佢哋講緊係呢啲資產管理公司，講緊啲道富啊、先鋒啊呢啲，真係富可敵國㗎。即係講緊佢哋可能 hold 住嘅係可能係講緊係幾萬億嘅美元嘅資產嚇。即係佢哋去調配呢啲資產，我幾多要擠落黃金，我幾多要擠落去股票呢啲嘅時候，一般人我哋係唔會理解嘅。但係佢哋嗰個層次嘅人咧，嗰個層次嘅機構咧，佢哋就好理解黃金嗰個功能。咁所以咧，見到咁樣升法，一定係出咗問題，一定係個債市出咗問題啊！你諗下，你其實咧好，我就 show 翻頭先嗰張相俾大家睇。其實我哋好多時咧，即係股票即係投資市場上面咧，其實真係咧係有人咧係比我哋一般普通人係更加清楚。你諗下，呢個女首相上台係9月、8月黃金飆咗上去，肯定有人知道佢想做乜嘢，知道佢做咗呢樣嘢會產生乜嘢效果，所以已經春江鴨入咗去先。呢啲就係我哋一般人唔知啊。我諗喺2008年8月嘅時候，黃金跌到最低點嘅時候，係冇人會覺得嗰個位要入黃金嚇。但係當個英債咁樣上咗去嘅時候咧，你見到咧，其實咧黃金喺9月飆上去嘅時候，就係由嗰啲咁嘅大戶去推動佢去入去谷高嗰個金價，因為佢哋比我哋更加敏感啊！佢哋對金融市場係更加敏感啊！金融市場，大家有冇諗過點解叫金融市場啊？就係黃金咯，黃金的融通啊！金融市場最早就係黃金啊嘛，因為最早嘅時候甚至未有股票市場嘅時候，已經有黃金市場。咁所以我哋從呢一啲嘢可以睇到，即係黃金喺嗰個金融市場上嗰個特性喺邊度。咁嚟緊咧，其實咧就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啊，即係嗰個金價咧喺呢啲西方嘅嗰個社會上咧，係會係即係喺西方嗰度咧嘅債務危機持續發酵之下，係會繼續飆上去啊！我哋又其實2010年嘅希債危機、歐債危機、個歐豬5國嘅債務危機只係前菜。
呢個黃金嘅周期由嗰個開始數上嚟咧，已經延續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延續咗咁耐係唔會咁快完㗎。咁跟住落嚟咧，我估計歐豬嗰啲細國出現咗之後，輪到咩啊？輪到歐洲嘅大國，德國、法國、英國呢啲大國出事。如果呢啲大國出事嘅話咧，一定會大鑊過2010年嘅歐債危機。而最大鑊嗰個係邊個國家？美債，係咪？咁所以咧，我哋係要為呢一樣嘢係去做一個未雨綢繆。點解要買黃金？仲要買實物黃金？點解要儲住啲黃金？呢個就係我哋最後嘅底啊！我哋作為平民，我哋作為普通人，我哋唔係嗰啲咁嘅超級大戶，唔係匯豐，唔係瑞銀，唔係嗰啲咁嘅機構，我哋冇咁敏感。我哋唔知短期，好難預測到短期，但係跟住佢哋去做咧，其實係唔會錯嘅嚇，因為佢哋係最了解呢種國債嘅危機嘅。嗱，另外咧，國債危機我講完未講完嘅？國債危機除咗頭先所講嘅呢啲嘢咧，仲有一個好重大嘅原因係令到國債危機係會推升金價。咁呢一度咧，我想講下咧，就係1920年代德國嘅情況係點樣樣。嗱，當時德國嘅政府咧佢打完咗第一次世界大戰，輸咗就賠錢啦。喺嗰個年代賠好多錢俾法國，打輸俾法國啊嘛，所以就賠好多錢。去到佢冇辦法俾唔起嘅時候，法國直情係派一隊嘅軍隊去佔領咗德國嘅工業區，直接攞德國工業品走，係咁樣嘅。咁所以咧，德國咧就嘅債務咧就越積越多。咁越積越多之下咧，其實咧好多係佢自己嘅人民買翻嗰啲債嘅。咁點算好啊？即係嗰啲債利息又越嚟越高。德國政府咧做咗一個叫做債務貨幣化。呢個債務貨幣化咧，大家政府嗱頭先我有講過啦，政府爭你錢，你買咗政府嘅債券，政府你係冇辦法問佢攞嘅，你係冇辦法開隊坦克去問政府收錢嘅，政府唔驚你嘅。而且唔單止可以唔還，政府就算還，政府可以有一個形式去還，就係政府可以印錢還俾你。咁其實有咩分別啫？個政府印咗錢還俾你，然後通脹升，你攞到個手上攞到嘅錢，今日可以買隻雞蛋，聽日只係買到一支火柴，或者今日只可以買到一架車。大通脹之後，你買到車嘅錢只係夠買一粒雞蛋。咁政府係印錢還咗債俾你嘅，咁又點啫？其實冇意義嘅喎，其實因為你攞到嘅錢已經冇晒購買力啦，但係喺個政府大印鈔嘅情況之下，咁當年嘅德國政府咧，佢咧就係做咗呢一個步驟，就叫做債務貨幣化。佢將佢欠債貨幣化，就印錢。咁印錢還咗俾你，咁你即係嗰你都要硬食㗎，因為你借買咗佢100萬嘅債券，佢印翻100萬俾你，咁然後100萬你原來10年前咧，你5年前咧100萬可以買到間屋，但係結果佢當佢還俾你之後嘅100萬咧，只係買到隻蛋，咁樣嘅時候其實等於同違約有乜分別啫？啱唔啱啊？即係佢咁樣還俾你有咩意義啫？其實係當年德國政府做咗個好絕嘅方法。佢係令到佢德國政府，正如頭先我所講啦，所有政府都係黃金儲備嘅。咁當年德國都有帝國銀行，德國嘅帝國銀行入面咧，一樣都係有黃金儲備喺度嘅。咁當佢不斷咁印錢印嘅時候咧，個金價就跟住佢嘅通脹一路升上去。金價係每日係可以一倍咁樣升上去。咁啊到兩三年之內咧，其實嗰個德國嘅金價咧，用馬克計啊，當年係用馬克計嘅金價已經係升到講緊係150億一兩啊咁樣啊。我哋以前中國都試過嘅，我民國時代喺共產黨上台之前，中國出現嗰個大通脹嘅，當時政府都係印好多個錢，咁啊印到啲金價跟住啲物價喺度升啦，升到係要幾億嘅民國嘅錢先可以買到1兩嘅黃金，係咁樣樣。咁德國政府就用咗呢種方法，印，令到啲金價
係咁上咗去，最後德國政府佢就話攞翻少少黃金嗱，而家啲黃金好值錢咯，原先1安士嘅黃金係10萬，而家變咗150億，啊我爭你150億俾個黃金你，佢咁樣還咗啲錢啊，佢可以咁樣還嘅，可以咁樣去將黃金，因為黃金金價升咗啦嘛，點解要揀黃金啊？大家有冇諗過呢個問題？我唔揾嚿石頭，我唔揾粒鑽石，因為黃金幾千年嚟就係人類共同承認嘅貨幣啊嘛，係咪？我哋所有嘅概念入面，黃金就係財富嘅象徵啊嘛。就算而家比特幣，你諗下比特幣佢哋係一啲數字貨幣，我哋摸唔到嘅，佢只係一組儲存喺一個互聯網上面一組數字。但係當佢要令到人哋有信心嘅時候，佢都要設計一個金色嘅比特幣出嚟，就係話都俾你聽，其實就係食我哋人類對黃金嘅呢種特有嘅人類幾千年嚟累積落嚟嘅概念啊！就係我哋覺得黃金就係錢，我哋覺得黃金就係值錢。喺我哋所有嘅文化入面啊，黃金就代表美好嘅，係咪？啊，即係所有都係代表好嘅嘢。咁所以咧，政府去做債務貨幣化嘅時候，好多時都係會利用黃金推升金價，推，最後佢可以係用黃金去還債嚇。咁佢所以理論上你覺得可能美國政府爭咗37萬億、38萬億嘅美金，係好似好多咁樣樣。咁要相對睇下美國個金價係幾多？因為美國政府而家就有8300幾噸黃金，8300幾噸嘅黃金係好多嘅。因為我哋香港咧係好似係得2噸嘅啫，2噸喎，我哋香港咁多年政府都唔去買，我唔知點解，唔知點解唔去買2噸幾多咧？大家我俾個概念大家，一個1蚊銀嘅咧，大概係1安士啦，2噸大概係7萬幾個1蚊銀嘅黃金咯。咁即係我哋全香港政府所有黃金儲備就係得咁多嘅啫。咁美國政府，所以近呢幾年，如果大家有留意貴金屬市場，亦都有好多流言、好多傳言啊，就話美國政府可能會攞黃金嚟抵消嗰個美國嘅債務，有機會係咁樣樣，就係推升個金價咯，推到佢好高，然後跟住將佢國庫裡面嘅部分黃金攞嚟償還佢嘅債務咯。係啦，可以係用一個咁嘅手段嘅。嗱，呢一樣嘢佢做唔做咧？我唔敢講，我唔敢話佢一定咁做，因為如果佢咁做嘅話咧，其實會引起好大嘅混亂嘅。咁但係理論上可唔可以咁做咧？可以咁做嘅。1920年代德國嘅魏瑪共和國就係咁樣做。咁所以咧，我哋會睇到黃金嗰個功能究竟喺邊一度？佢喺債務嗰個功能嗰度咧，佢可以化債。第二咧，佢可以直情係取代一啲抵押品去借錢去融資，呢啲都係佢好大嘅功能。所以金融點解係金融？我點不斷強調點解係金融？就係黃金嘅融通。所以佢嘅價值有啲人係講唔到嘅，即係有啲人會講點解好稀有？其實又唔係啊，其實世界上好多地方都有金礦嘅。佢係咪好有用？其實冇乜用㗎。其實即係我哋一般人，就算買條金條，你都唔會成日戴身，更加而家好少戴啦。我以前都有條金條嘅，我一戴出去我都驚俾人打劫啊！要一兩二兩嘅啦嘛，1兩4萬喎而家。戴一條2兩嘅嗰啲金咪8萬蚊。今日啱啱睇咗單新聞啊，有10幾個賊走去打劫打金鋪啊，劫咗都65斤。係啊，即係你大家可以諗到咧，即係嗰個黃金嗰個特性係啲乜嘢嘢咯，可以好容易睇到嘅。咁我哋跟住咧我哋再睇落去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總結下啦。我預計咧，其實呢個黃金會升到幾多咧？未來1至2年咧，其實我睇最少係$5000。$5000即係差唔多要去到5萬幾6萬蚊1兩嘅港金㗎啦，已經係呢個係一定會到嘅。我相信係喺幾年之內，大家就會睇到㗎啦。
啊，咁到時大家即係到時即係唔好覺得好奇怪啊，係啦，即係如果你話你想你準備結婚嘅，或者你哋想送俾人龍鳳鈪嘅，我覺得而家不妨買定啦，真係，點解到時龍鳳鈪可能變咗條好幼到一條頭髮咁幼嘅金鏈㗎啦，係啊，即係最近有個親戚結婚都係啊，即係佢嘥咗30幾萬，即係想排場好啲啊，咁啊買咗都係買得個5、6兩啊！我嗰個年代我好早結婚嘅，我嗰陣時可以買到好多嘅咁樣，係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啦，咁其實嗰個債務危機同嗰個黃金嘅關係有幾大？我覺得嚟緊有一個好重大嘅危機，大家要好留意嘅就係英國嘅債務危機。美國未爆，英國應該會先爆。我自己好深信呢一樣嘢啊。點解咧？就英國咧，其實咧最近咧，我少少嘅分享啦。夠唔夠時間啊，Samson？我哋會唔會夠時間係咪啊？OK 啊，繼續講得啊。繼續好嗱，好精彩，最近咧好精彩係咪啊？多謝啊！最近咧，英國嘅國債咧，大家要非常之小心啊！啊，英國嘅國債點解咁講咧？就係英國國債咧，最近咧我都有喺網上睇一啲片嘅。咁啊，有啲我覺得香港人其實有時可能大家太忙啦，唔得閒去理解好多金融市場嘅嘢。咁啊，好多時好容易俾人帶方向啊，真係好容易帶方向。最近咧，我睇咗條片，佢係比較中國嘅國債同埋英國嘅國債。咁嗰個 YouTuber 啦，都好出名㗎嚇，唔知叫咩歌啊，即係 W 字頭嘅，唔知叫咩歌，可能 Samson 都有睇嘅啊。咁佢又比較中國同埋同埋英國國債。咁佢本身可能佢有少少政治嘅傾向啦。咁佢就中國咧好危險，中國國債好危險，英國好好多㗎嗱，因為英國咧就冇隱形債，中國咧就有隱形債喎。隱形債即係咩啊？即係除咗中央政府嘅欠債之外，地方政府都好多欠債。咁英國政府咧，佢就話啊，英國嗰啲市政啊，即係嗰啲地方政府係冇權發債嘅，所以英國就冇隱形債。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陷阱嚟㗎。點解啊？英國咧嘅地方政府嘅功能同中國嘅地方政府嘅功能係唔同嘅。中國地方嘅政府，中國行咩社會主義啊嘛？大家呢個好明，大家成日聽到特色，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大家要明白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嘅分別喺邊度啊？社會主義就係好多嘅政府嘅功能係比較多嘅啊，政府喺中國地方政府係發放社保嘅退休金，都係由地方政府發放啊。佢哋政府嘅功能係有呢啲嘢嘅，因為佢社會主義啊嘛，係咪？咁而英國咧，佢哋嘅地方政府係唔使負責呢個範疇嘅。嗰啲退休金係由邊個俾㗎？英國政府嘅養老金係由退休基金。佢哋一早係將呢一嚿嘢外判咗出去，將呢嚿嘢私營化咗。咁呢啲咁嘅所謂嘅退休基金，好多時我都會聽到㗎。啊，退休基金買乜啊？買乜啊？買嚟收息啊？買乜啊？好多時我都聽到呢啲嘢，覺得退休基金就好穩陣啊。其實退休基金一啲都唔穩陣。退休基金佢哋，你諗下，隨住人口老化，隨住嗰個英國嘅財政各方面嘅嗰啲問題，佢退休基金好多時咧就係發好多債，結果其實而家英國政府嘅退休基金，包括政府嘅退休基金同埋私營嘅退休基金，總負債係幾多啊？係7.6萬億英鎊，7.6萬億，7.6萬億，你計下港幣咪70萬億咯，差唔多係。啊，而家英鎊對幾多？我唔係好記得啦，好似係即係一定係好大呢個數目咯，就係啊，因為我冇買英鎊嘅。咁英國退休基金嘅資產估計嘅總值只係得2.7萬億嘅啫，所以個缺口咧，佢係資不抵債嘅。大部分英國退休金係資不抵債，退休基金佢哋係資不抵債嘅缺口係接近5萬億英鎊。咁樣嘅時候咧，其實咧出現咗一個問題，嗰個 YouTuber 竟然係冇將呢一樣嘢計落去喎。啊，英國嘅退休基金如果出事，你覺得政府唔使孭上身咩？因為影響嘅範圍係好大嘅，令到好多人係退唔到休，係會影響好多人攞唔到退休金嘅。所以政府其實係要出手嘅。咁同中國政府、中央政府幫地方政府去食咗啲債冇分別㗎。嚇，早前英國政府都有幫退休金去
還債，就係頭先我講到嗰個短命首相，嗰個女首相嘅時候，就係啲退休基金出咗事啊！佢手上嘅英國國債係咁跌，佢令到佢資產係更加萎縮，所以嗰陣時咧就英倫銀行係幫手係出錢係去買退休基金嘅債，其實變成三角債咯。我又爭你，你買我啲債，我買你啲債。咁呢一嚿嘢咧，其實咧，所以點解我覺得英國係非常之危險咧？即係就係佢哋嗰個退休基金所謂嘅隱形債咧，我覺得個 YouTuber 咧係好錯，即係好離譜啊！即係我覺得竟然係可以咁樣去比較兩個國家，然後跟住話中國政府地方欠嘅債咧就係中國嘅隱形債啦，但係英國政府地方冇債，佢就唔係隱形債喎，但係佢冇計到英國政府嘅退休基金嗰啲咁嘅退休基金，包括係公營退休基金同私營退休基金嗰啲咁嘅退休基金欠債，其實係政府要負責嘅。即係如果萬一佢真係還唔起，其實係會引起好大嘅社會動盪。咁英國政府咧，所以我哋見到呢幾排嗰個即係社會咁多不滿英國政府，英國嘅社會咁多不滿，咁多嗰啲即係啲人上街去支持極右，個原因就係因為嗰啲退休年齡一褪再褪。就因為唔想還住啊嘛，即係佢覺得我真係還唔起啊，即係個息又咁高即係因為美國加咗息，英國好自然其實個息都唔會低嘅，大家都係同病相憐嘅。因為我哋去睇呢啲國家嘅時候，其實佢嘅信用嘅嗰個評級係接近噶嘛。咁美國加咗息，美國肯借美國政府借錢嘅利息係咁多，其他國家冇理由同佢相差太遠噶嘛。其實係咁變咗喺呢個時候咧，我就覺得。率先會爆嘅嚟緊呢一年或者呢年零兩年咧，我覺得歐洲呢一場嘅債務危機咧係非常危險。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做一個未雨綢繆，要去防範呢一樣嘢就係黃金即係買定一啲黃金去防止呢一個危機爆出嚟。而喺我哋有生之年，我相信大家都仲好後生啊，即係我比較老啊，呢一上年紀喺我哋有生之年係一定會睇到一場好空前激烈嘅美債危機因為美國嘅內部嘅問題唔會比歐洲嘅國家少，所以我哋更加係要防範呢一場即將嚟到嘅一場巨大嘅債務危機，就係美債危機咁美債喺近呢一過去呢一兩年咧已經係跌得好離譜啦，已經係即係債息已經係即係嗰個收益率已經係升得好高好高，已經係去到借30年去到5厘啦。其實已經接近高利貸嘅啦。你諗下佢嗰個收益率，自由市場上嘅收益率都要求咁高。如果美國政府再發行新債嘅時候，佢冇理由發行低過嗰個自由市場上嘅收益率㗎嘛？因為揾鬼買咩？如果你低過嘅，咁我自由市場買都得啦，使乜同你美國政府買嘅？咁所以美國政府嗰個債券嘅銷售其實係好大影響。仲有一樣嘢我再提大家嘅就係好多時呢啲債務危機一嚟嘅時候咧，係好多個原因去夾埋一齊嘅以前美債邊個國家？除咗中國、除咗日本、除咗英國會買好多美債之外，仲有咩國家買？俄羅斯咯，俄羅斯冇買過啦。點解啊？你制裁我，仲買你啲債？係咪？俄羅斯喺俄烏戰爭爆發之前已經將所有嘅美債全部沽清啦因為知道佢哋就係咁樣，知道佢哋有機會違約啊嘛。如果俄羅斯仲揸住美債嘅話，美國政府而家一定唔會還利息咯，因為覺得你打緊你侵略人啊嘛，係咪？咁冇可能唔還利息俾你啦。俄羅斯都一早知道呢樣嘢，所以政府同我哋一般平民嘅對債務嘅認知係好唔同嘅我哋會覺得美國政府梗係好穩陣啦，但係俄羅斯喺普京眼中，美國政府嗰啲美債一啲都唔穩陣啊！咁而家佢咁樣打仗咁樣制裁，更加唔會買啦。咁美債又少咗好多嘅即係支持者啦。咁中國亦都不斷咁拋美債中國亦都喺過去嗰幾年2-3年啦，佢由12000幾億係世界上持有美債最多嘅國家，變到而家只係得返7000幾億啫。咁但係另一方面，佢賣咗啲美債拋咗之後，剩翻啲錢嚟做乜嘢啊？買黃金咯。中國政府由2004年開始增持黃金，到你如果大家最近留意新聞嘅話，中國政府係連續10個月增持黃金。咁有啲人咧又好中意我順便楞開講少少嘢。好多時有啲分析你睇
坊間嘅好多分析就會攞住呢一樣嘢嚟講，中國政府買少咗黃金喎，金價會跌啦。中國政府買多咗黃金，黃金會升啦。有啲人咁樣，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陷阱嚟㗎。咩陷阱啊？黃金唔係話你想買幾多就有㗎嘛。嗱，我哋普通人去金鋪，我哋梗係想買幾多都有啦。今日打劫個65斤都成5000幾萬啦，有幾多人去攞5000幾萬去買黃金啊？唔係好多啊嘛。但係你諗下喺國家嘅層面，中國政府要攞5000幾萬出嚟有幾難咧？係咪？中國政府要攞美金嘅儲備攞翻1萬幾千億出嚟有幾難嘅？喂，攞得出嚟有冇咁多金賣俾你咧？全球黃金嘅產量一年先2000幾噸，仲要工業用途，仲要民間嘅金飾仲要其他政府個個買，唔係話你想買幾多就買幾多噶嘛。所以央行去買金係有一定嘅限制，我哋所以亦都冇俾呢啲分析去影響到我哋咯。中國政府買少咗黃金會跌啦，唔係啊，其實可能啱相反，證明個市場上流通嘅黃金係唔夠多。好嗱，我知時間好似講講地啦，Sir 係咪 ？OK 係咪？你講埋先，俾你講。我講埋，最後我總結啦，總結啦，我總結今日成個演講咧，就係其實影響金價嘅升跌係非常之難測嘅。咁但係長期睇咧，呢一個升勢係好未完嘅，肯定未完嘅。正如我個文章度都講啦，肯定未完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其實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去投資嘅時候要揀好嘅投資工具去長期持有。究竟咩方法係最好嘅長期持有咧？呢啲我哋將來留待有機會再組織或者再有啲演講啊，大家再教同大家分享唔好教，因為我中間好多學問嘅，咁再同大家分享究竟係咩方式係最好嘅持有咧？咁而我哋第四個 point 咧就係我哋可以睇到，其實我哋唔需要太過好仔細去分析，我哋睇到個世界越嚟越亂。相信大家同我一樣啊，經過過去呢5年由疫情到而家，我哋見到個世界係變到我哋完全超出我哋嘅想象。我哋冇諗過香港會咁樣變化，或者香港亦都產生咗好多好大嘅變化。就算係香港以外，我冇諗過點解一個俄羅斯突然間會入侵烏克蘭咧？我點解突然間有個特朗普咁突然間上咗台會搞咁多嘢咧？咁樣。即係我哋冇諗過個世界會咁啊！點解突然間加沙會咁咧？咁樣嘅個世界係越嚟越亂啦，更加係證明咧，其實每一個資產類別嘅大周期咧，其實都係由無數嘅因子咧碰撞埋一齊，唔係咁容易會改變。當呢啲因子爆發咗出嚟嘅話咧，其實咧會要完結咧係冇咁早嘅嚇。咁所以咧就我哋一定要確立呢一樣嘢，確立咗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將我哋部分嘅資產唔使全部要全部都好難嘅，因為買黃金其實幾悶嘅。一嚟你買咗你又唔會帶上身，你買得多嘅你帶上身出街好危險。二嚟你買得好多嘅，可能你要揾個保險商，你揾個保險商又要輪時間，即係你都要俾少少錢咁樣樣啦。咁一般，但係我覺得咧有一部分嘅資產可能15%啊、20%啊。甚至更加多嘅，即係喺黃金嘅類別咧，係保障我哋未來喺呢個紛亂嘅世界入面咧，係一個定海神針啊！我直情咁樣可以咁樣形容，即係一個定海神針。呢樣嘢係宋鴻兵講嘅，好多年前佢喺2010年倒係寫咗一本叫《貨幣戰爭》，我哋成本睇晒，睇咗好幾次嘅咁用呢個形容詞形容黃金就好好。好，咁我哋咧就跟住落嚟咧，就下一集希望我哋有機會，我都好想分享，因為坊間太多好混亂嘅資訊即係點樣去揀咧？紙黃金啊、黃金 ETF 而家傾數碼黃金啊，應該點樣去揀咧？希望將來有機會再分享多啲。係啦，好啊，唔該晒林祖啱啱嘅分享啊。其實我尋日朝早咧起身嘅時候睇到嗰單新聞咧，都見到哇喺打劫，我突然間諗翻起，好似香港倒退咗。即係我都 send 俾朋友嘅時候，我都話：喂，嚟緊唔好講世界，一齊講香港先啦。我都覺得有機會唔排除越嚟越亂嘅，係啦。咁所以我覺得黃金咧，即係作為呢一個嘅投資物咧嚟講咧，係一個明智嘅決定嚟嘅咁亦都我會覺得嚟緊應該係多元化啦、分散投資啦，即係分散個風險啦。我覺得嚟緊世界咁樣嘅。嗱，有啲問題我想了解一下，除咗大家可以問問題之外咧，簡單啲講啦，你睇下想下集講定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就係作為一個普通人咧，其實我哋應該點樣開始第一步去投資黃金咧？點樣做咧？
嗱，我自己當初最初投資咧，我第一次買嘅咧就係英洋金幣。英洋金幣咧就係美國政府發行嘅，即係美國儲備局發行嘅。咁我第一次喺恒生銀行買嘅。咁我覺得如果你想買嘅話咧，可以去銀行嗰度買咯。銀行係最穩陣嘅，唔好金鋪買啊！金鋪要計好多雜費啊，好多啲咁嘅嘢銀行最穩陣嘅。咁銀行咧，其實咧就如果一般人即係如果佢收入唔係太多，你諗下而家一個英洋金幣講緊3萬蚊。你有好多人，如果你月入唔係10萬8萬，你點樣攞2、3萬去買一個英洋金幣咧？嗱，但係黃金有個好處就係可以分割得好細啊！英洋金幣除咗1安士之外咧，仲有半安士啦、1/4安士啦，甚至1/10安士啊！咁大家咧其實可以如果你係一個月我只係攞到幾千蚊出嚟嘅話咧，咁其實你可以不妨可以買一啲就係細嘅金幣啊、細嘅金粒，由呢一個開始入手去買嘅。咁我唔建議去金鋪買嘅，因為嗰個成本價太高，出入價亦都係唔靚。咁如果要買嘅咧，就係恒生銀行或者係中國銀行亦都有嘅。咁盡量去買呢一類咁即係嗰個差價比較低嘅黃金。咁可以由呢啲小金幣嗱，你諗下，你買小金幣，你儲起佢都容易啲啊，係咪？咁唔見咗一個都唔使咁傷啦，係咪？咁我覺得呢個係幾好嘅，係啦。你講嘅金鋪係咪講周大福啊嗰啲啊？係啦，係啦，係啦，嗰啲哦，我就覺得唔好一入去就買嗰啲，因為其實香港買黃金都方便嘅，喺恒生銀行裏面嘅櫃位啊，你可以買到一啲財神金牌，我都買咗一啲啦，有10克、有5克、有20克，可以由呢啲，因為銀行嘅差價係相對低啊，咁而且嗰個認受性亦都係好強啦，即係起碼你攞出嚟個個都知道係乜嘢，你攞任何地方放，大家都知道嗰個就係財神金牌，就係恒生銀行發行㗎啦。咁但係如果你有時買啲雜金，第啲細嘅金鋪自己整粒金啊嗰啲咁嘅嘢咧，其實反而可能啲金鋪又仲要望多幾望啦，咁樣即係有機會係咁啦，咁樣乜基本上香港嘅黃金嘅法例都好健全嘅，大家即係唔使擔心話買到假金啊，咁啲機會好低嘅即係極渺少啊。咁所以我覺得最初嘅時候可以嘗試就係去買呢啲細嘅金幣咯。咁買嘅時候好多時好難睇價嘅，因為佢買嘅時候佢黃金係24小時全球24小時全球買賣㗎嘛。咁你去買嘅時候其實不斷跳嘅咁你好難話今日可能你上晝睇金價跌咗喎，當你去晏晝買嘅時候，金價已經升咗啦。咁作為長期持有，我覺得唔使咁考慮呢啲，為咗個100幾十咧喺度猶豫咯。咁買就買，咁樣就 OK 㗎啦。係啦，係啦。咁跟住我想了解咧，其實你係好早好早啦，喺我眼中係已經接觸黃金去投資啦，開始。係咁據我所知係2006年開始入場嘅喎，你係啲咩契機咧？點解你會咁早嗱，其實期？當時咧，我同大部分香港人咧都係一樣咧，都係玩股票嘅。我最初嘅時候係買好多股票投資嘅書啊。嗰陣時我喺一間公司做，咁公司隔離坐咗個女同事。其實最早嘅時候我完全唔投資嘅，我係嗰啲婆仔咁樣儲起個錢啊咁樣。咁嗰個女同事咧就係一個中意投資嘅人嚟嘅，咁佢不斷喺度提醒我啦咁樣其實應該要理財喎，你點，唔係咧將來咧點咁樣。咁我覺得都有啲道理，咁樣我開始研究股票啦。咁跟住研究嘅時候咧，我就對一啲股票嘅對股票嘅即係知識，我想學多啲。咁於是咧，我就喺網上一啲討論區咧，就去問好多問題。咦？咁突然間有討論區咧，就有一啲人咧稱自己做金甲蟲喎。金甲蟲，咁佢哋金甲蟲咧就係話佢只係信仰黃金，信仰黃金嘅價值。咁佢哋咧跟住咧就我對呢樣嘢好好奇，因為我覺得可能我自己好奇心比較大啦。咁我自己覺得點解喺呢個世代，大家買股票咁方便，買外幣咁方便去銀行有紙黃金，點解有一班人係咁堅決去咁樣樣咧？而佢哋令到我覺得好勁嘅地方就係佢哋對好多知識，好多黃金原來1200度係溶咗去嘅，1200度對呢啲科學各方面嘅知識都咁豐富嘅人，佢哋竟然會去買呢啲咁古老嘅嘢。於是我開始去研究黃金，就由嗰個位開始咯，係啦。咁我想了解下咧，其實啱啱你提到點樣買金啦作為散戶嘅我哋咧，喺接觸呢個黃金投資嘅時候咧，通常好容易有啲地方會中伏噶嘛。通常中伏地方喺邊度咧？嗱，中伏咧，其實我自己覺得最容易咧就係有啲人佢哋有時睇咗一啲分析咧，佢哋睇到準喎，
短期真係準喎。嗱，呢個最唔中伏。我以前我都有睇下啲視頻啊，各方面視頻好多呢啲咁大神咧，不斷喺度 share 用技術走勢去分析啊，畫圖啊。喂，你跌到呢個位咧，抵㗎啦。咁有時咧，我哋啱啱買嘅時候咧，我哋咧就第一二次可能中喎，但係好多時因為咁樣而心紅咗咧，加大個注碼咧，去買一啲可能有含有槓桿性嘅黃金產品，就最容易中伏咯。因為嗰個即係我成日聽到倫敦金啊嗰啲，我如果有機會咧，我真係好詳細咁解下倫敦金裡面點樣運作，我都可以遲啲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呢啲咁嘅嘢咧，其實真係唔好咁容易去信啊！紙黃金都係啊，我從來未買過紙黃金啊！黃金咁容易儲存，係咪？好容易儲存，你買一個1安士嘅黃金，一個金粒幾萬蚊，你好容易就可以擠喺屋企嘅夾萬啊，即係保險箱啊。點解我哋唔去做呢啲咁安全嘅嘢，而去反而去買埋呢啲嘢咧？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就好多好細微嘅位啦，例如嗰啲金礦股啊，有啲人將佢等同黃金，其實係唔同嘅。金礦股嘅升幅可以同黃金價可以係完全唔同嘅。咁我覺得呢啲坑唔好踩咯。就算你真係冇辦法，你覺得儲實金好煩好煩，我覺得黃金 ETF 係暫時一個替代品咯。咁但係如果俾我可能買咗一定數量嘅黃金 ETF，如果有機會，我都會賣翻出去，將佢轉做實金嘅。如果我食到一個升浪嘅話，呢個係我覺得大家要留意嘅地方。係呢點我都認同啊，因為身邊好多朋友仔咧講起金嘅時候咧，即係叫佢入啦，咁佢即係唔係最近啊，係好早期噶啦。佢同我講係紙黃金，但係我又唔係專家啦，我又唔夠膽話買，即係班門弄斧啦。咁今日聽到，我希望大家長知識啊呢部分。好啦，跟住落嚟咧，我見到好多朋友仔咧係有啲問題嘅。咁接下來我就交俾 Rachel 咧去幫大家去處理呢個環節啦。好，交俾。好，咁呢個時候咧就我哋幫手解答大家嘅問題嘅。咁就有位朋友就問啦，黃金預計會升多幾多年啊？值得買金條同埋白銀嗎？嗱，我預計咧最少係要升到2030年到2032年咁即係離開而家2025，大概仲有5至6年嘅時間要升。係啦，因為呢一樣嘢，我哋可以睇到，其實黃金嗰個週期咧係好長嘅。每一次黃金牛市嘅週期都係非常之長㗎。例如70年代啦，嗰個黃金牛市嘅週期持續咗10年啦。咁10年啊，足足10年啊。咁其實好多人都話淨係10年，其實唔止10年。因為如果你計埋60年代，其實正式係由60年代開始升起嘅。咁足足持續咗20年嘅。咁如果我哋而家計起，我哋呢一次係由邊個位升上嚟啊？其實係2020年，唔係，sorry 講錯，係2000年啊。2000年就係黃金嘅底啊。嗰陣時每兩黃金2000幾蚊，3000蚊都唔到啊！嗰陣時一兩黃金咁由嗰個位升上嚟你計咯。2000年升到上去2030年，大概係30年嘅時間左右。呢個合乎歷史嘅規律嘅。係啦，咁樣，所以我預計可以升多最少5至6年嘅時間咯。咁可以去到咩位咧？其實我最低限度我睇5000美金1安士。咁如果你話佢可以，當然啦，每年都好多外國嘅專家啊，或者係各地嘅專家，佢哋會預測金價嘅。有啲人好誇張嘅即係講到係升破1萬，去到1萬美金以上。嗱，呢一個咧我都唔排除有咁嘅可能。因為真係黃金真係冇頂㗎，大家唔好用固有嘅概念咧去估個頂啊！升市莫估頂，包括股市同埋金市都係可以升到你係難以想像。我諗幾年前，可能3、4年前冇人會諗到而家要4萬蚊一兩黃金所以我睇最少係5000甚至係1萬都有機會嘅。呢個位都係合理嘅，其實係啊。